敏琪どうもあり姐，がとう。哇，好舒服的这个日文歌曲哦，而且像我们以前在听的那些小时候听的一些日本歌，有点像日本民谣的那种感觉哦。对，真的很好听。姐平常也是都是唱日文歌吗？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唱国台语，但是对日文歌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后来才了解，就是有一些日文歌把它翻译成我们的国台语，是，所以有一些旋律都非常的熟悉。所以今天这套打扮也是精心来准备的，为了这首歌曲来做搭配。是。哎呀，真用心。我知道你后一句要问啥？既然这套衣服啊，家里大概有几套？五六套而已。5、6套。那平常有在外面这样做演出吗？有的，平常在外场跟我的日本舞老师一起做日本舞的表演。哇，那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在这边可以看到你们一起来跳日本舞。有机会哦。好，谢谢我们大姐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哎，好来，继续邀请后一位咱的美云姐安排好听的歌曲。来，美云姐为了安排第一个。